2025年啊，家英喺度依舊勸大家喺珠海千祈唔好立亂買樓啊！唔好理係有錢嘅定係冇錢嘅，都唔好憑住自己嘅感覺去買樓啦。買樓真係冇俾衝動佔據住自己嘅主導權。如果有啲人講啊，我有錢啦，我買邊度都得啊，咁你吹到我脹咩？咁你當我冇講咯啊！如果話普通人非買不可嘅話，跟住重點嚟啦，一定認真睇睇25年最新嘅10條買房金規。最後咧，我都整理咗份買樓嘅資料，入邊咧會教大家點揀珠海嘅片區，點揀小區，點去揀樓層，點去揀戶型，以及珠海每個片區嘅優缺點、不利因素，見唔得光嘅所選片區熱門小區嘅推介。想要嘅朋友咧，都可以點我主頁嘅聯繫方式，或者搜搜屏幕上面嘅 QR code 啊，加我 WhatsApp， 我免費送俾大家啊！買樓真係唔係拍拖啊，冇咩一見鍾情嘅講法。個個樓盤嘅示範單位咧，全部都係精心去設計嘅化妝房。我咁講啊，而家大部分人買樓啊，全部都係憑自己嘅感覺去判斷呢層樓嘅好壞，甚至有好多人對樓嘅睇法完全都係錯嘅。我一直都講啊，我哋普通人啊，邊有一個家庭咧可以承擔買錯一層樓嘅風險咧？買樓真係唔係拍拖菜啊，喐下100萬以上。如果你選錯咗，買錯咗，少講5-6年，你根本就冇翻身嘅可能。甚至會影響你未來10年或者20年嘅一個生活，所以準備買樓嘅朋友啊，最新嘅買樓基本嘅邏輯一定要搞清楚啊！今日咧，我同大家總結咗10條嘅買房金規。我咁講啊，你將呢10條嘅金規記住，基本唔會踩氹啊！咁首先啊，第一條啊，年輕人剛需首套房，只可以去選擇70年產權嘅商品房，千祈唔好去掂咩40年產權嘅公寓啊、小產權啊、安置房啊、回遷房等呢類嘅房產啊，40年產權嘅公寓絕對係當時發展商對住宅限購衍生出嚟割韭菜嗰個招數。只聽過住宅限購，冇聽過公寓限購吧？住宅同公寓最大嘅區別就係啊，首先產權嘅性質同埋年限。住宅嘅產權通常咧係70年啊，可以落戶咯，可以享受學區等等嘅配套啊。商業公寓咧一般都係40年，一般唔可以落戶，冇學區嘅資格。其次咧，住宅嘅使用成本低，民水民電；商業公寓一般咧都係雙水雙電，一般都係 double 以上。商業公寓轉讓嘅稅費高到離晒譜嘅，按揭首期50%以上，只有10年嘅貸款年限，唔通燃氣，唔可以明火煮食，居住密度又大，一層樓有啲達到30幾戶人，龍蛇混雜。珠海最典型嘅例子咧就係保稅區啲商業辦公樓啊，導致大批嘅港人中伏上當。回顧到而家啊，住宅全面放開，住宅都難賣，邊個買呢啲商業公寓呢？再講講小產權房咯，呢種房產既唔保值，成個交易過程咧就唔會受法律嘅保護，錢俾咗人哋，產權仲係唔係自己嘅？我哋大嗱嗱使咗100幾十萬嘅存款買嘅，萬一邊日上邊嘅阿爺真係要徵地拆遷嘅，可能咧同我哋一啲關係都冇。所以講啊，一定要將目光放長遠少少啊！唔同嘅年齡階段咧，有唔同嘅需求，樓咧喺唔同嘅階段作出唔同嘅置換，呢個都係好正常嘅一個規律。咁第二啊，買樓一定係地段之上嘅，決定層樓價值嘅唔會係鋼筋水泥，所有樓嘅建築成本基本上都係差唔多嘅。中國北上廣深嘅房價高，咁用啲鋼筋水泥就會貴啲咩？貴10倍？講笑咩？咁層樓嘅價格高低一定要取決於咩咧？取決於我哋腳下呢塊地啊！而家最唔缺嘅咧就係樓，以後更加唔缺，但係缺嘅咧係好地段嘅好樓啊！咁咩係好地段咧？簡單啲嚟講啊，就係衣食住行方便咯，細路仔翻學又方便咯，啱唔啱咧？咁有啲人又講啦，我唔使學區，我唔使落戶，咁俾我都冇乜用噶喎。其實有啲嘢咧，你可以唔用，但係你唔可以冇嘛，因為你萬一你層樓賣出去嘅話。呢啲所有嘅配套價值係決定你層樓將來賣出去嘅價值啊！你出門上班又要方便，買餸煮飯又要方便，環境又要好，咁我認為咧呢個係適合大多數剛需購房者嘅好地段。養老最好嘅位置唔係山清水秀啊，而係配套齊全。萬一講句難聽嘅，有日嘅話咁你真係身體有少少問題，咁你搵個醫院嘅話都成個鐘，人去到嗰度啊都香咗啦。不過呢個係開玩笑啫啊！希望呢啲情況都唔會發生啊！咁第三啊，同樣嘅地段點去揀樓咧？
大家記住啊，預算夠嘅情況下可以買電梯房，千祈唔好買樓梯房。而家咩年代啦，仲買樓梯房？買洋房咧就唔好去買呢個小高層啦。可以買小高層就千祈唔好買高層啦。可以買單邊戶就唔好買中間嗰個戶啊。咁第四啊，同樣嘅面積，房間一定係越多越好。房間越多，功能性就越強，亦都越實用。中國係有句古話咯，廣廈千間，夜明僅需六尺。家財萬貫，日食不過三餐，包容性會更加強。房間咧係靜區，用途係比較單一嘅。仲有咧可以買兩個衛生間嘅，千祈唔好去買一個衛生間嘅。大家要記住下，樓越實用，以後嘅流通性就會越好。咁第五啊，假如你貸款買樓，等額本金、等額本息，點去揀呢？其實呢個真係唔使太糾結嘅，收入越高越穩定，你可以直接選擇呢個等額本金。確實咧可以慳翻啲利息。咁如果你講交完首期，咁手上嘅預算都冇錢啦，咁你可以直接選擇呢個等額本息就好啦，壓力又細啲。等有錢提前還，可以隨時提前還款。而家冇必要俾自己太大嘅壓力。而家銀行還款嘅方式都好靈活。至於講第幾年還最划算呢？我想講啊，咩時候有錢，咩時候還就 OK 啦啊。咁第六呢，如果講我哋啲預算有限，同自己睇啱層樓相差太大，咁我情願建議你可以慢慢等啊，可以先唔買，亦千祈唔好拉低自己嘅需求，將就去買一個老破小或者冇配套嘅遠大新。未來個房價唔再係降唔降價嘅問題啊，高庫存下嘅樓市啊，呢啲產品會徹底咁收起流通性。咁第七啊，揀樓層啦，你要知道啊，每一個樓層嘅價格其實都唔一樣嘅，開發商早就已經定好啦。大家中意嘅樓層咧，價格一定會貴嘅，所以講啊，一定要量力而行。樓咧唔係越貴越好，適合自己一定係先係最好嘅。但係咧選擇首套房啊，我都係建議大家盡量去避開啲一樓啊、二樓啊、四樓啊、18樓啊呢種特殊嘅樓層，因為呢啲樓層咧雖然住咧係冇太大嘅影響，但係咧確實唔好流通咧。咁如果講我哋自己唔介意嘅，可以去買嘅，前提係價格一定要最平。但係你要明白啊，貴買貴賣，賤買賤賣嘅道理。第八啊，錢一定要使喺刀刃上邊，簡單裝修啲就 OK 啦啊！裝修真係無底洞嚟噶，最重要咧係你將來層樓賣出去，你會體會到當初你花重金裝修將會變得一文不值。裝修係唔值錢噶，二手賣出去嘅話，人哋唔會睇你裝修幾好噶。要將有限嘅預算喺選擇更好嘅地段、更好品質嘅樓上。咁第九啊，物業比戶型嘅朝向更加之重要。差嘅物業只會等你層樓嘅話更加加速咁貶值，好嘅物業嘅話唔單止自己住得更舒服，啱唔啱咧？亦都會等我哋層樓更加保值，甚至乎增值。第10條啊，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條，大家一定要記住啊！市場下行嘅階段咧，係我哋去揀樓，唔係等樓去揀我哋。邏輯順序一定唔好搞亂啊！唔係邊度個樓平就買邊度，係要根據個人一個家庭嘅實際需求、發展需求去選擇板塊，用有限嘅預算咧去買到相對適合自己嘅層樓就 OK 啦。咁我哋要明白啊，我哋買層樓嘅最真實嘅目的到底係咩咧？純粹係為咗自住，仲係為咗改善，仲係為咗細路都返學，仲係為咗環境好咧？就係為咗增值保值等等，我哋嘅需求咧可能有1000條、10000條，但係咧我哋買樓嘅最核心嘅需求到底係咩？一定要搞清楚啊！唔係嘅話，我哋會睇到花多眼亂，睇得越多咧，思緒會更加之混亂，越亂咧就越容易出錯。所以講啊，買樓之前咧一定要了解清楚當下最重要嘅迫切嘅需求到底係乜嘢。如果你近期打算喺珠海睇樓嘅，連珠海各個板塊嘅價值優缺點都搞唔清楚嘅，唔識得分辨咩樓係好嘅，咩樓係唔好嘅，每一個樓盤嘅不利因素、缺點你都唔知嘅，咁你踩氹係必然嘅。如果你買樓係唔想踩氹嘅，家興都整理好全份珠海每一個片區實用嘅購房備坑資料，免費送俾大家，免費領翻去睇睇啦。入邊涵蓋咗每個板塊嘅價值分析、熱門樓盤嘅優劣勢、學區嘅劃分、城市土地規劃等等嘅實用信息，全部都係實打實嘅乾貨。買樓之前一定要仔細咁研讀，記住啊，千祈唔好光聽呢個中介啊、開發商嘅老點，多研究下區域嘅發展，多對比下數據。最後咧，可以掃描屏幕上面嘅 QR code 或者直接聯繫我，或者遇到任何嘅房屋問題都可以喺評論區評論。睇完覺得有用嘅話，可以點讚收藏，轉發俾身邊有需要買樓嘅朋友。
咁最後啊，記得 follow 家兄嘅頻道。